不幸骑士和救护车，所幸女骑士和她的朋友只受到轻伤，送医后没有大碍。我们来听一段警方的说明。两女因为受伤送802医院那两方那个意识清楚那没有生命危险。而在这个月2号时，高雄市消防局鸟松分队执勤时，也在大寮区凤屏路八德路口和机车骑士发生擦撞。骑士当时也是连人带车倒地滑行，甚至还波及到路旁行人，酿成2伤。接连2天发生救护车车祸，也让民众对消防队员执勤安全感到忧心。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详细情况。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嘉伟。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行政院已经决定600亿纾困特别预算，今仔日已经送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来审查。经济部方面，若是规划疫情确实若是无这么严重了后，就要来发行振兴抵用券。另外，伫咧疫情这段时间，想要计划来改建一寡市场，也有商圈和夜市详细情形，请记者叶婷来传了解。叶婷。立法院联席会议今天审查武汉肺炎纾困特别预算案，总金额上限新台币600亿元。外界就关注其中的20亿元振兴抵用券以及细项如何使用。带您听一下经济部长的最新说法。和我们国民旅游的制式，然后来发放振兴抵用券，那是希望呢是全国适用。然后希望能够来达到雨露均沾，然后立竿见影的效果。那在整个的适用的对象，我们就是以受冲击的这些服务型的产业，包括餐饮，大概有14万家，以及商圈大概有28万家。以及夜市有1万家，艺文的部分1700家，是用这一个所谓的电子抵用券跟所谓的主本来并用。那我们会开发这一个所谓的 APP 的软体，让商家跟消费者来使用。根据经济部提出的预算报告书里面呢，经济部占这次600亿元特别预算中的最大宗，约204亿元，包含鼓励民众在疫情稳定之后呢外出旅游以及在地消费，并且呢是带动产业复苏，也是呢要搭配国民旅游的住宿方案推出的振兴抵用券，所需预算大概是20亿元。以上是记者掌握的情形，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有关问题。顶礼拜传讲伊身体未拄好，敢若休困半工，少年线几落工拢无公开行程。伊的市政府团队和台湾民众党的核心幕僚拢小可调整。关问题而且参加市政府的活动，也有详细的回应。这个八字没一撇这发言的问题你应该去问周台主我看他，反正他们就要看他怎么规划嘛。有这个都还没，人家也没来报名，也还没遴选程序，都还没。再讲吧。可是现在有外界认你觉得要几个发言人就差不多？我也不晓得，反正再说嘛。6个会不会太多？我也不晓得。总统府最多的时候也才5个，然后行政也才1个。很变了，那遇到再讲吧。所以是周大使有管理，就是发言人多少人这个权利，由他来掌控。那这个他会去 organize， 英文叫 organize 组织嘛。他有跟你做进一步讨论吗？他们外公当市长不用每一件事情都要去处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要去总公有。但可是外界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说认为周大使跟陈冠廷没有在发言，就是比较少在处理发言的事务，认为说这2位好像有啦，他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功能嘛。你说像很多那个外宾来，其实我们每天外宾很多。你美国大使来，日本大使来，还是要比较专业的发言人去处理嘛。但这个部分应该是归在国际事务里面，应该不是归在发言人群里面。那你为什么那么计较那个发言人一定要做什么事？奇怪，我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家对这种名词很在意，我都无所谓。那在扩增的主要是想要弥补哪个区块？我也不晓得。因为议员认为说，其实如果要降低失言的话，不是扩增这个发言人的人数，而是要就是管理一下你的发言。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吗？我不晓得。那好了，我现在不是很减少发言的吗？
想问一下，来讲一下第二分局的合并啊，有为这件事情，然后有唱说就是要卡警惕的人事案吗？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这种东西哦，因为警察局人事，我们台北市政府到现在没有接到什么警政署的什么人事调动，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什么都没接到，怎么会说我们去卡他？都什么事都还没有做完，没有接到公文呢？我想是这样的，这个警察局应该也有新闻稿吧？那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议员那边有说你们是用造假的方式，就是说其实90%的里长都反对合并。我跟你讲，我们不会单依议员的意见来处理嘛，不要随便人家说人家造假，那你做的怎么不是造假？奇怪，这。所以你们是真的有？那我跟你讲，绝大多数的里长来讲哦，派出所没有变，然后那就没有变，这个分局的变动对里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嘛。所以绝大多数的里长是合并派出所影响会比较大，合并分局对他们影响对基层的里长影响是不大。可是他们现在担心就是说，比如说在景美发生的事情，在猫空发生的事情，然后景美，然后赶去猫空，这样子就太晚了。他们现在担心就是说这样子可能会有影响。那我跟你讲哦，警察是一种专业，你知道吗？不可能在做合并的过程中会让这些出问题嘛。所以这个警网的布置啊，这个是很专业的题目，所以他们就是说不要问一些很多的题目啊。市长，您是强调所谓的公开透明啊，但是现在防疫旅馆都不公开，是哪一家？这个是这样的哦，因为我们那个防疫旅馆哦，它是中央的一个计划，我们是承办单位啊。那我们当然我们台北还是资源比较丰富啊，所以我们会先做出来，那写 SOP 写什么？据我所知，好像有9个县市跟进了，所以这是整个台湾的计划。那这样我们只是一个承办单位，然后是。我们只是负责写 SOP， 那大家跟进，然后全台大概如果有9个县市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自己片面决定了嘛，这个就真的只要顺时钟了。这是中央没有授权的意思吗？不是啊，这个是这样，系统要么要一致，要公开就从头到尾公开，要么就不要。那你现在如果已经9个县市，而且按照这个速度，应该全台会建立嘛那你不能说台北公开，其他不公开，这个，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们就。既然要全部一致的，我们就按照中央的规定来处理。但当时的阳明山指挥所是吗？其实我是主张从头到尾公开的。那如果到现在为止中央的政策是不想那么透明，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自己搞自己了，就按照。还有人事家禽批发市场有发现有很多的外籍移工。我跟你讲哦，其实2017年我办4大运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发现说，台湾有5万个没有身份证的外劳啊。我当时是为怕恐共的，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当时有处理一遍。不过常常人就是这样，因为这也不关我们的事，你知道吗？这是移民署啦、劳动部在管的。那事过境迁，我们没有再去处理。那这次因为这个疫情这个问题又被炒出来嘛。不过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如果只有4个那也简单了，那如果是5万个，哇，这也不是现在马上可以处理的。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中央还没同步，步调还没起义，因为这的确太困难处理了。他估计最少是47000人呢，这个47000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了。台湾岛上有47000个没有身份证，等于是没有身份的人在活动，在防疫上。是一个蛮困难的题目的，但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但是这样的，你现在临时要去处理，我看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是主张这段时间先叫特色期的，不然你要怎么处理？我是不晓得，我想对劳动部、对移民署现在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现在台北市的卫生局是新闻要医院就是去通报非法的。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在医院的看护，你知道，我也会要求他是不是要有身份证有什么嘛我问题是这样的，他长久以来他已经是，如果47000人，他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的工作的叫 working force 呢，就是工作的人力呢，人家突然要把它抽走，这也是
有问题嘛，所以，不过目前在市立联合医院是有检查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台北市政府管的啊，至于其他医院或是家里那根本就管不到了。所以那现在医护现在是反弹的，要去民众党当公关主任吗？那应该去问他怎么问。他说有，他说有。立即办公室上映。其他的社会消息来关心，花莲吉安乡早起时，一个查某人，互人拍甲真忝。这个今年47岁姓苏的妇人人，早起时6点钟，伫咧花莲中山路，互3个人拍。嫌疑犯敢若摕信号弹甲伊牵，规涂骹拢全臭火搭的军液。警察落尾赶到现场的时，嫌疑犯老早就已经走甲离裤骹。即马警察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当咧抓人。这个查某人已经互人送去病院治疗。另外，这个现场同款是下午6点钟，新北市三重埔一栋5层楼悬的徛架，好亲像内底住户伫咧煮饭的时，一个无细力引起着规个倒起来，害一口罩死的人拢砸着伤，互人送去病院。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采咱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就在新北市三重区这里呢，清晨6点11分的时候，中正南路的巷子里头，这栋5层楼的公寓就传出火警。可以看到，这条巷子其实是蛮狭窄的，而大批的警消人员几乎占满了整个巷弄。他们到场之后呢，就赶快铺起水线灌救。所幸火势没有很大，20分钟之内呢，就将火势来熄灭。根据了解，失火的住户总共有父母跟姐弟4个人，其中2人有轻微呛伤的情形。来听到稍早消防人员访问，了解是后面的厨房厨房燃烧是男屋主在煮食东西那男屋主跟他的女儿先逃出来但是妈妈跟小孩受困在房间内由我们消防人员救出那有轻微的呛伤那所以送医院目前意识都清醒，那燃烧面积大概10平。是的，消防人员呢有提到说，这个起火地点就在厨房，疑似是烹饪的过程没有注意，才会引发起火情形。所幸没有波及到其他的住户。目前4个人都已经送医治疗，意识清楚。详细的起火原因，火调人员还要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主播。另外，诈骗集团的人假先是业务，专门骗有咧买灵骨塔的民众，看被害者想要赶紧卖人，讲已经有人要买，若是搁再加买到10卡或者是20卡，就会当做伙卖掉，安尼来赚差价。结果小招出来买卖，嫌疑犯就安尼浪去。刑事局对早已经抓到人，按算拢总有50外个受害者，已经骗到1500多万。警方去诈骗集团的会计大所在超，唔若找到证物，各骗来钱4万外块。嫌犯甲替人卖灵骨塔当作理由，四界甲人骗。洗出来查某人带头的诈骗集团伫湘北地区犯案，因假做是业务，看准有投资塔位的被害人，想要赶紧甲塔位卖掉的心理，甲因骗讲有找到人要买，唔过爱搁加买贵的，到10个或者是20个做伙卖掉，安尼赚的才会多。结果被害人甲钱交出去了后，诈骗集团人就无去，估计已经有50外人互骗去啊。拢总骗超1500万。那该集团扮演买家，并负责收取集团成员诈得的现金，另有会计记录各业务得知金额来分配红利。扮作假的业务甲假的人客，为107年开始犯案，集会专门锁定集会退休的人，阁有人哄骗230万。生出来主嫌有早起真考，这回阁想要借这来抽钱，尾啊也是互警方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歹年当搞小人，先偷摕人的鞋啊摕起来骗，搁再刺青，掠出讲家己是好骗师。这个被害者一双价值2万外块限量的鞋啊，就安尼互贼仔拼去。代志发生伫28年假，彰化一间徛街一天内互贼仔偷摕2届，贼仔先为鞋橱内底偷摕鞋啊，伊先骗看卖，刷来当场刺青，拢总偷摕6双鞋，其中2双是出名牌子限量的鞋型，互这个被害者唔甘丢，损失算的上少有4万块。挂着目镜、穿着外套的一个查甫人，鬼鬼祟祟行入去民家顶仔骹，对鞋橱内底摕出鞋啊，搁来骗看卖咧。落尾啊，竟然就当场刺青，规个行为是真离谱，全部拢互监视器翕落来。看鞋子是不是名牌，然后是不是穿久或是不久，所以它有纹，用鼻子纹，很特别。28年假连续互这个真奇怪的查甫人来偷摕鞋啊，头一摆偷摕走4双，人无几点钟，竟然搁来偷摕走2双，包括
看有名的品牌，一箱原价上万块，伫咧网络化价已经超过2万块啊，全部拢互人偷摕走。限量的，那现在可能还买不到，才买不到1年，非常的伤心这样，因为那双鞋子真的，他们同学里面听他说好像也没有第2双了。互人偷摕走的鞋啊，是特别请朋友对外国查回来，无想到煞互捌回，才来偷摕走，实在是真恶质。那针对这起案件呢，我们已经积极调阅监视器，那已经有掌握特定对象。互人偷摕鞋仔的人，希望警方会当赶紧找到这个嫌犯，互伊的宝贝鞋仔会当早一日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希望会当赶紧倒转来。高雄这个才国小5年的查甫囡仔，敢若因为无欢喜老母限制用手机啊，阵啊激气，拖一卡皮箱离家出走。老母足着急，赶紧报警察，拜托大家来斗找。落尾手3点外钟，真无简单，才伫咧顶仔卡找着。这查甫囡仔讲，本地是要去同学的厝内，也毋过对方时大，毋敢收留伊，伊才会伫咧街仔路，该在将其买，警察也是找着。半夜10点半落，一个人都无，查甫囡仔家己一个人坐伫路边，身躯边有一卡皮箱。跟家人吵架是不是？学校的事情吗？还是家里的事情？家里。那现在家里有谁？不知道。讲是甲厝内的人冤家才会离家出走，尾手感觉家己可能受过冲崩啊，目睭一直看手头的平板电脑。家的监视器吗？都没人哦。啊，妈妈现在在上班吗？没有。那你怎么会想来这边？因为原本要来同学家住，然后呢，后来同学妈妈说不行。离家出走了后，本来计划要去同学因兜住，想袂到互同学家长拒绝，敢若会当伫咧街仔路拉拉趖，唔知影要安怎才好，好佳哉互警察找到。妈妈也是很高兴啊，互动还很好啦，只是说有一点生气啦，因为小孩子怎么都不听话。原来这个读国校啊5年的查甫囡仔，不满妈妈限制伊耍手机啊，就气甲赶行李离家出走，互妈妈接着急的，警方嘛出来斗找人，经过3点外钟才总算找到伊。那妈妈放心落来，查甫囡仔嘛无搁晒太，乖乖回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提醒厝内有幼囡仔老爸老母要特别注意，今年新历9月初1后，囡仔坐车用安全椅啊有新的规定，无到2岁幼囡仔拢要坐向后边的安全椅啊，若违规就要罚1500块到3000块。这是因为根据美国儿科医学会研究发觉讲，无到2岁幼囡仔阿妈菌的发育也未完全，假使若是万不利发生事故，因为宿便啊效应，阿妈菌就可能会长去。为今年新历9月初1后，无到2岁幼囡仔拢要坐这款向后边的安全椅啊。另外，2岁到4岁体重无到18公斤的椅啊，同款是建议爱坐。为着保障细汉囡仔的安全，过去还未满1岁幼囡仔，拢爱坐这款头仔后边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过，即马做爸母的，我爱较张持咧。从今年9月初1开始，这项规定阁要分化到2岁以下的这个细汉囡仔。若是无照安尼做，上悬是会当罚款3000块。车祸撞击前向冲击力很大的时候，后向的座椅因为它受力面积比较大。它除了肩颈之外，整个背部都会吸收整个撞击力道，所以原则上它的包覆性、它的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其实，伫咧过去，情管基金会就有资料显示讲，10公斤的囡仔，若是伫咧时速40公里的情形来甲动车，安尼就会来产生300公斤头压头前的箭力，头甲颔棍就会对咧大力安尼喊来喊去，安尼嘛亲像咧劈锁啊咧，真有可能互囡仔的颔棍总啊断去。所以，这个交通部就预计讲，要甲这款头压后边的儿童安全座椅，对1岁甲延长到2岁，伫今年9月初1开始来实施。若这个2岁到4岁体重伫18公斤以下的囡仔，同款是依次爱坐伫咧车后座的囡仔座椅，嘛建议讲爱采用迄款头压后面的。若这个4岁至12岁，或者是18至36公斤的囡仔，嘛是建议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也是迄款贴关型的椅垫啊。若是违反规定的，就要罚1500块至3000块。这若是来甲逼使这个家长用手来抱幼婴啊，正确来使用儿童的安全座椅，安尼才会当伫咧紧急的时阵，通互心肝宝贝有较侪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差无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来看到嫌疑犯看到警察脚底抹油赶紧选。台中市警察3更暝半伫咧路边巡逻时，看到一个查甫人挂喙暗，看起来黄叶叶。打进前准备要甲伊问话，无想到这个查甫人看到警察了后，就拿脚底抹油赶紧走。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谢美玲来带咱了解。美玲。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这名戴着口罩的男子呢，跑得气喘吁吁的，不过最后呢，还是被2名员警给追上。他坐在地上呢，但表情看起来非常的痛苦，而且呢，呼吸非常的急促。那警方是在深夜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他在民生路和审计新村旁，行迹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疑哦。打算上前盘查时，没想到这名男子一看到员警是立刻拔腿狂奔。那警方也立刻的追上前，同时将他压制上铐。但这时男子不愿意配合。那由于他身上呢，警方还发现了不明的钓鱼线，因此警方是扬言将他送办验尿。那男子呢，却突然呼吸急促，同时表示自己呢气喘发作。警方当然也不敢大意，赶紧呢叫来救护车，打算将他送医。那救护人员抵达时，这名男子呢整个人是瘫软，最后呢被抬上了担架送医治疗。不过送医之后发现呢，这名男子他并没有气喘的问题，当时应该是跑步的关系导致呼吸急促。送医之后并没有大碍。那为何要跑呢？警方最后查证呢，原来他是一名通缉犯。那侦讯后呢，也将他移送法办。好的，以上就是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形。现场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美玲，再来关心这个网络 YouTuber 主持人叫做一只阿姨。顶个月月底，为了翕影片飞去韩国，拄到疫情大爆发。迄一天回来到台湾，政府就宣布要甲韩国的旅游境界提悬到第2级，应该都要家己管理14天。无想到伊照常参加 YouTuber 活动叫做周正奖，无挂喙罨和其他来宾做真歪的动作，引起到网友热烈骂。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木曜超玩团队，共款互人掠包。顶个月新的20在日本直播，回来到台湾共款参加周正奖，引起争议。现在口罩都不敢拿下。挂喙罨行伫机场介绍韩国即摆情形，网络面试一只阿姨为着翕影片，2月飞去韩国，想要到当地疫情逼出来，随网友随赶回来台湾，毋过回国了后，煞世界拍走。穿白色的礼服参加 YouTuber 活动周正奖的典礼，佮其他的来宾做伙翕相，敢若袂记得家己才拄位韩国回来，互网友骂甲无力。阿姨20号飞去韩国，2天了后回来台湾，毋过迄天疫情中心宣布，韩国列做2级警告，应该爱家己管理14天，煞伫26号出门参加网络面试人面车直播。3天了后，佮去参加周正奖的活动，上憾的是伊拢无挂喙罨，大家看到拢咧甲骂。尾阿姨发声明出来认着，因为家己的行为害大家遮尔惊吓，实在真实的。无注意家己做健康管理的规定，向所有的人回失的。共款为日本、韩国回国，嘛有去参加周正奖的个因。我们从那个日本回来了。驰骋平安归来。平安归来。木曜4超万团队20号去日本珠城关出外景，顶礼拜4伫人面车直播，讲因平安回来啊。即马煞互网友掠着讲，全部拢无挂喙罨去参加周正奖，网络面试无做好防疫，过去的好印象可能拢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咱咧讲清明无等于厝无走，sau来清明备忘疫情敢会烧话。桃园盐湖米公司逐年拢有8到10个后代子孙仔为规世界各地来倒来备忘地纸。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备忘的方式可能和往年无共款，都要等到新历3月15开宗亲会才会决定。即马先呼吁宗亲都要挂喙罨来备忘。另外，市长郑文灿嘛建议会当提早备忘，取消联合法会，安尼就用个降低烧话风险。合唱拢过夜休拜拜，现场大人囡仔加起来拢总有8000人，这是桃园新屋的夜市祖师。今仔到清明节，全台湾各地子孙拢会回来，含伫美国甲巴西宗亲嘛会回来拜拜。不过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清明节制作的方式恐惊会调整，要安怎改爱等到3月15宗亲开会才会当确定。没有延期了，宣导我们大家要戴口罩，还有我们3月15号要开会来决定祭祖的程序要怎么来改变一下。宗亲烦恼为世界各地回来子孙，若是做伙去为着梅毒，代志就大条啊！敢来当先加强宣传防疫，卖配合市政府的规定。若其他民众4月清明祭祖，市长安怎讲？提早3月份就整理好，让民众可以提早去扫墓。那把时间延长到大概1个月左右，联合法会就停止。我们其实让大家简单的祭拜。业界制作仪式已经正做一个传统啊，即马拄着肺炎的疫情，市政府甲中青会双方搁伫咧协调，要想一个上好的办法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避免为外国入境爱徛假检疫的人为机场要倒转去坐大众运输工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为新历3月初4起要来推出防疫车队，机场排班计程车也有租车业者负责接送。若是人客要倒转去通市市内，安尼就算底图，就得照跳表来算钱。另外，若是长途计程车钱，就是高铁计价的2倍，上少1000块，按算成试办1礼拜。3月11日后入境都爱徛假检疫的人，假使若是违规坐大众运输工具，上届当罚100万。另外，台湾高铁嘛宣布清明小年线假期取消全部车帮自由座，全车拢都爱对号，要来降低烧坏风险。伫咧机场排班的客运车头前的玻璃打特别的标示，这拢是防疫的车队负去接送的任务。因为3月11号开始，对国外入境需要伫出来检疫的人，对机场转去禁止来坐大众运输工具，违规上悬会当罚100万的罚金。有需要的人客会当来坐防疫的客运车队。接受就是这个防疫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在排班的排到了。你总是要在吧？该消毒的通通都会有。防疫的车队是排班的客运车甲出租的车来组成的，负责点对点来接送，希望会当减少等车的时间，降低感染的风险。另外嘛，较容易追踪管理，佫会当保护乘客运输。目前规划防疫的车队以上山机场有1200架上济，佫再来是桃园机场甲小港机场。若是机场甲乘客要去的所在伫咧同一个县市，属于底图会用跳表来计算；若是长途就会用高铁2倍计数来计算，若是车钱无够1000块，嘛是用1000块来算。以上山机场坐甲高雄为例，乘客上济敢若需要负担2980块的车钱，其他的费用政府会来补贴业者。对于愿意来这个载运的计程车驾驶呢，也有部分的这个车资的补贴。另外，高铁防疫嘛对咧升级，清明连假期间自由座会来停卖，敢若卖对号的车票，嘛会暂时停止使用订机票甲悠游卡。车票预算伫咧3月初5返点来开卖。着行的车落南往北，容易变做是防疫的破口。交通运输工具已经是全面拢准备好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咱台湾本土化妆品店美华泰，即马团讲规台湾剩15间分店，4月底分2个阶段，伫要收起来。业者并无正式对外说明，也毋过互下盘的内部批，就讲到这件代志。另外，香港的服装牌子BUSSINY因为了钱了几落单，规台湾51间分店7月底就要正式退出台湾。捌投资1000万找艺人梁祖儿甲古天乐做代言人，香港服装品牌BUSSINY即马说因为一直咧了钱，伫咧台湾的51间店，伫咧7月底确定拢要来关店啊。应该7月底前会出，那你们怎么办？员工真无奈，毕竟BUSSINY伫1992年进入台湾了后，伫咧台湾嘛将近有30年的历史，但是对2005年开始，营运就一直无好。去年6月底，台湾的门市阁有57间，但是伫咧半年内，就阁收掉6间，阁加上中国甲港澳的疫情嘛一直咧落，所以规期决定品牌要直接退出台湾。除了保时捷之外，现在也传出美华泰全台15家分店也将在4月底陆续收摊。主管里面化中带化，你嘛是家己想。店面的员工也搁咧等消息，但美华泰和进货商的通知单说讲，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各间门市人客一直咧减少，嘛一直咧了钱，所以包括新庄、三重埔这7间的门市对外营业，干那到4月30号，剩落来8间分店会营业到5月底，全台湾15间门市会分2个阶段来收档。不过对着这件代志，总公司无回应。上清的时阵，伫台湾有29间分店的本土美妆通路美华泰店面对2018年开始就一间一间在收，未堪咧大环境无好，40多年的老品牌嘛只会当来退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较大也未收煞，民众较无想要出国，一寡餐厅加减拢有影响到生意。像讲家人有一个真大心的厝主，听讲这阵啊餐厅的厝卡2月业绩落5成，主动讲1个月无要收伊的厝税。餐厅负责人特别咧人面册铺文讲感谢，学到厝主慷慨佮大方，网友嘛讲伊真好运，拄到这个好心情的厝主。
伫咧面册顶写着感谢我的厝头家免厝租1个月，原来是家人一间餐厅，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2月业绩减少5成，规个月拢是了钱的状况。厝头家打电话来关心餐厅的营业，餐厅的负责人真老实讲，状况是真无好，想袂到过几天就接到消息。过了2天之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跟我说他跟他先生讨论好要降我房租1个月免租。没想到房东会这么的善良，而且那么的温暖，这样一直关心以外，还主动降房租。餐厅的头家表示，餐饮业受到疫情影响的唔那是伊，但是真罕的看到厝头家愿意斗3工。这个厝头家是伫咧7度开业的医生，主动提出要减收1个月厝租，互伊随铺文来感谢，讲厝头家实在是真慷慨、大方，佮有爱心，互伊感觉真温暖。这个房东真的很有良心，很不错。不要说你是房东或者地主，你就一昧是想要对业者涨价。这篇感谢的部分，请来真侪网友回应，拢讲头家拄到好的厝主，即马社会有钱佮有德的人实在是伤少啊。嘛有网友笑笑讲，别人的厝头家总是袂互我失望。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各行各业，有爱心的厝头家来免收厝租，头家嘛送出感恩的套餐，大家要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另外学生囡仔已经开学啊。南投旅社业者会当讲是开餐，因为即马订房率一直落。南投清境差不多有100间业者做伙提供犹太带暝方案，要来招人客。希望3月底火金高贵，会当招更加侪人来到南投观光。好山好水南投，除了有壮阔山景会当欣赏，阁会当坐船四界佚佗。去草原顶悬来饲羊仔是观光客一定爱去的。不过受到武汉疫情的影响，加上已经开学啊，订房嘛大大来减少。武汉疫情对于观光业造成的影响，那我们会希望说，就是我们集结我们南投山区亲近的业者，那一起来推出这个所谓的提升免疫力住宿专案。为着要挽救业绩，即马清境上100间的业者参加经济部的纾困方案，释出带暝优待。参像国民宾馆甲教师会馆联合释出3天2暝带暝方案，搁送船票甲门票。另外3月底火金高贵就得要来啊，观光处嘛已经准备好啊。那在南投因为从可以分为5条路线哈，那在这5条路线呢，我们也会来积极的运用各种不同的宣传那个平台跟工具哈，尽全力宣传南投的观光热点，配上优待带暝，希望会当使民众加出外来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在点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2020年台湾国际篮球展览，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即马都要延期。价值几100万、10外万丛的篮花，拢要送予社区、学校，也有公益团体。16年来，台湾篮花展览头一届因为疫情煞来延前，这展览场的篮花，一寡厂商也有防疫工课，本地拢已经准备好势。本地想讲会当按时阵来上场，即马煞延期，可能引起到一寡损失。台南农业局和这个兰花协会讨论了后，希望会当照计划，在摆布置的兰花，甲伊用数位记录了后，准备要和大家来交流。即马按算价10外万丛的兰花送给社区学校，也有公益团体，希望会当来争取纾困方案补助经费。另外，为立法院传回来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到伫咧中国乌北这大商，因为无法度倒转来，即马传讲要告总统蔡英文违反宪法。另外，伊嘛不管移民署甲因点名做记号，甲因列做污名单，无法度入境。主管机关有上新的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英平。好的，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就在刚刚呢，内政部长徐国勇是来到立法院进行防疫相关的专案报告。不过昨天呢，是传出了在武汉滞留的台商们呢，他们是要集体状告蔡总统违宪，因为不让他们回到台湾。而且他们不满的原因呢，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移民署将要回台的这个台商们的名单呢，全部列入了入境的黑名单，为此他们才相当的不满哦。而刚刚的内政部长徐国勇他是有最新说法，我们来听一下。我想有2点我简单的说明。当然，我想疫情指挥中心也会做相关说明。那第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如果用横滨模式没有问题啊，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卡关是卡在中国那边嘛，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的台商，我们自己的同胞应该要了解，政府爱护他们的立场跟希望把他们接回来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我们都准备好了。
事实上都是中国那边在卡关哦，所以这个因果必须要搞清楚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想如果大家看一下宪法的规定哦，我昨天有听到说他们讲说他们宪法规定有迁徙的自由，不过我想他们忽略了宪法第23条吧。我们宪法23条规定说，为了避免妨碍他人自由，要避免紧急危难，然后呢要增进公共利益，然后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者，仍然是可以限制的。那宪法23条规定的更加的清楚，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避免紧急危难，也有避免妨碍到他人自由，然后事实上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个疫情里面也是必要的。那最重要还要增进公共利益。可以说宪法23条4个要件，如果我们详细的去分析的话，也通通合乎，当然是可以限制。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跟我们防疫纾困振兴条例所规定的，也都合乎宪法的规定。那我们再可以从比较宪法的观察来看，我们从美国、日本很多国家对于他们撤侨，把他们侨胞送回去，包括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都是相同的做法。所以从这个比较宪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依据宪法23条跟我们相关的传染病防治法我们的最近通过的防疫纾困振兴条例来讲的话，那事实上他们要告政府的这个官司，我可以明白的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赢。所以他们应该更好的做法是，应该大家集体起来，配合政府，支持政府，请中国政府要配合横滨模式，这才是彼此在国际上来消弭这个武汉肺炎最重要的做法。好的，徐国勇呢，他刚刚是提出由于呢，虽然武汉台商他们是要以这个宪法第5条来状告蔡总统，不过呢，法律人出身的徐国勇他拿出了宪法第23条表示呢，其实政府不让他们回台也是有合理的理由为此呢，他还强调这些武汉台商是告不赢的。以上现场的最新情形，主播。多谢影评。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来关心，前财政部部长柯牛德不幸过身，今日出来人替办追思告别会。总统蔡文、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有前行政院院长林全拢来到现场。总统亲身来颁发保养令，感谢柯牛德对咱台湾世界奉献。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咱了解。秉仪。好，昨晚之后呢，前财政部长许瑜哲因病去世。那么今天上午呢，在一边呢举行了公祭的一个仪式，包含总统蔡英文还有前行政院长林全也都来到公祭的现场来致意。那么总统特别颁发了褒扬令，感谢过去呢许瑜哲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期间所推动的一些财政的一个改革。那么刚刚稍早的一个最新情况，我们带您一起来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来来回回的沟通，总计1年准备，1年修法，到2018年好不容易完成了修法，2019年正式的实施。结果一实施，每一个人都说这是最有感的政绩。我那个时候觉得找这位部长真的是找对人了，他有专业，有耐心，承得住压力，也忍得住委屈。没有许瑜哲，税改就不会成功。像瑜哲这样的人，就是真正推动国家改革大业的栋梁。好，可以听到总统特别呢提到呢，许瑜哲在过去担任财政部长的任内推动的一个改革，包含税改等等相关的，都促进了整个财政的一个发展。那么他也提到说呢，许瑜哲因病去世，那么台湾也痛失了一个英才，包含这个前行政院长林全，还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都来到公祭的现场来缅怀这样子许瑜哲这样子一个前财政部长。那以上目前现场最新采访时间交还棚内。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配合这间饭店准备要拆掉电器，结果拆除的过程有人看甲讲饭店地下室敢若有一批真条的兵马俑、兵马土人。女兵日继续
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黄英的，如果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旁是一个我，咱相处。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节，节本来是咧讲老爸小弟叫阿节，落尾嘛会当称呼甲老爸同辈，比老爸年岁较细汉的长辈，嘛个称呼红婿小弟叫小节啊。啊，若是阿伯或者是阿姐生的时势，咱就讲是节伯，像咱讲节伯小弟、节伯小妹。另外，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就是老母搁在改嫁对象，就称呼后节。另外，文音读作叔，像咱讲真叔母。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阿姐，就是拄则讲到称呼甲老爸伯辈，比老爸较细汉，用个称呼有血缘关系，嘛用讲是无血缘关系人。第二个词阿姐啊，这听起来敢若是阿姐的意思，其实阿姐啊，又就是称呼小姐啊，就是红婿小弟。过去老母拢会对囡仔称呼叫红婿小弟阿姐啊、小姐啊，叫红婿阿姊叫大姑。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因规家伙啊，拢出去佚佗，阿伯坐大船看海影，阿姐坐飞行机看云顶。另外，阿姐啊坐火车看风景，啊那红婿坐牛车玩龙景。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节，文音读作俗，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看到，同款嘛是有真侪人真好闲，想要来看卖。这是皮蚵，听讲有真条的兵马俑。皮蚵这间饭店准备要拆掉电器，结果拆除的过程，有人发觉讲饭店地下室有一批真条的兵马俑，画面看起来哪亲像是拄挖出来同款。听讲皮蚵敢真是有这个兵马俑、兵马图人。饭店的人员赶紧出面驳回，讲这原来拢是仿的，因为饭店要拆掉，才会出现这款哪亲像是考古的趣味画面。这个土红的目睭看到真有神，就算讲伫咧这个远远的所在，同款真有这个兵马剑士的气势。不过这个地点其实是伫咧平湖一间准备要订饭的饭店。顶个月伫咧拆除的过程内底，竟然让人发现到讲地下室有规旁的土红的兵马剑士。安尼敢讲伫咧过去真条有关到咱平湖车来的？这边应该不可能会有啊，假的吧？我可能挖到兵马俑的没碎掉。平湖出土这个兵马土红啊，民众直接就感觉这应该是假。不过发现到这批土红的地点，就伫咧这个工地的地下室。雄雄一个看国就是讲是真的，这个出土文物，饭店的人嘛出面驳回讲，这拢是仿品啦。真假的在百事多利地下室啊，之前不是我们不是有摆在那个外面那个花圃，然后后来那边拆掉就搬来这边放了，玻璃纤维。平湖兵马土红啊来定建江湖，有网友咧滚笑讲，平湖这声冒死啊！因为这个趣味的误会，嘛，互这个工地来正做翕相的圣地。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后，手路菜要带大家来吃无同的手路料理。这是台北大稻埕一间卖清汤猪脚的店，已经卖45档啊。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黄英的，如果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
见。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档案，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线。食饭时间，手落菜来看到这间专门卖清汤猪脚的老店，和一般用豆油卤的卤猪脚无同款。第二代头家柯金胜照爸母放落来，这手路功夫，敢若掺水甲猪脚做伙控，无掺其他的鸭味料，嘛无掺味素。上少就要控3点钟，才能够控甲遮尔清甜。清汤猪脚拢袂臭臭，肉质 Q 底底，又搁真软，会当食到猪脚本身的甘甜，清爽搁袂油。店头开伫咧大稻埕附近，已经开45档。这款的古早味，名声烫树海出名全世界，请一寡外国游客特别来。打杀好的猪脚，就要紧来甲剁地，因为这个早起10点外，老店的铁门才拄有开的时阵，就有真侪食食客排队要来食这个好料的。好像要30-40年嘞，因为它这个肉嘛，没有那个磨扁，没有腥味，哎，所以它处理的几乎没有味道。它的肉皮都很 Q， 不会涩涩的。他们开幕我们就来吃了，看他们开多久了。来，这是你点的综合面线跟腿肉面线。老店的第2代头家柯金胜，难免就爱发落送餐，还阁爱来招呼人客。看伊安尼无用试试，亲像咧捧干乐咧。伊伫台北市大稻埕开业，已经超过45年的这个猪脚老店。店内上大的特色，就是这个清炖的白汤猪脚。大尾猪脚都要控咧2-3点钟，还阁爱随时来注意火候的大小，因为这拢会来影响到猪脚的软 Q 度。一大锅猪脚，它每个猪脚受热不太一样啊，所以有可能有的猪脚煮的比较不够。猪脚滚好要起鼎的时阵，就爱阁用手安尼一粒一粒甲试看卖，看伊的硬软程度有符合这个标准无？安尼才会当甲摕来泡冷水。因为让它的肉质收缩啊，从很热的时候，然后让它泡到冷水里面，然后让它收缩，这样会比较 Q 弹。柯金胜伫20年前，从爸母的手来，甲这间老店甲接落来，这个滚猪脚的美角，拢是照爸母传落来的手法，逐步拢爱做甲真点阵，袂当凊彩咧。安尼做才会当完全来保持这道古早味。不过，若是讲到当初打退伍的时阵，都要倒来厝来做这道工课。伊悄悄咧讲，这是老母用甲成的啦。他就说，你要是回来帮忙的话，我就先买一台车给你。对啊，然后我就说，真的吗？我才20岁出头，这样子下来都还没工作就有一台车吗？他就说，对啊。你一退伍我就买一台车给你，那你要先回来帮忙。接手了后，伊才去体会到做爸母的趁钱是这么啊辛苦，因为伫咧庙口摆摊的所在，逐工都爱烤风晒日。这20年来，嘛是安尼甲经过来。他就说，他就是傻傻的做嘛，就是照着爸爸教的，就是一直坚持做下去，所以这也就是人家讲的古早味嘛。逐工用这个动坏坏的剁刀咧剁猪脚，手甲肩胛嘛拢去着职业病，甚至嘛捌无张地去切着家己。对啊，有一次我记得他是很忙嘛，所以他菜刀拿在手上，然后也是在弄猪脚什么，然后他刀就转身不小心划到自己的大腿。他就压着伤口跑去缝了5针，回来继续上班。还好啦，不会痛啦，缝一缝不会流血就好了。简单的事情，然后把它做好，然后我觉得就不简单。柯金胜伊真用心来制作这个家传的白水猪脚，受到真侪顾客肯定甲定义。
安尼嘛，互伊真有迄个成就感，这嘛是互伊当继续传承拼落去的气力。记者综合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那个如果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可以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景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拿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汉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梦幻，咱相唱梦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把头抬起来，起！赶紧两跪！你千万不能扣扳机啊！我虽然恨你，但我还是要感激你。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又出来了！我好怕！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姐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听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那个如果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可以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景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
子，我就把我见了。你能不能放下对承诺他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帮我，咱相唱默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把头抬起来，起来！大金牙龟，你千万不能扣扳机啊！我虽然恨你，但我还是要感激你。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又出来了！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恰日这几年已经变做一款文化嘛，变做一款艺术。伫咧俄罗斯莫斯科，有一场恰日艺术展览，艺术家伫咧设计在日的皮肤来展现因的功夫。新闻上尾带来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弟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那个如果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景荣签约培训吗？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我见了。你能不能放下
承认他的天机。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老人做代志，旁的是一个饭碗，咱相手磨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喂，你好，欢迎收看3月4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看到买口罩排队等的不耐烦，妇人竟然呛药师不高兴不要做。另一个焦点来关心，台湾人入境泰国需要隔离14天吗？泰国卫生部今天将会宣布，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开始呢，首先看到妇人排队买口罩不耐久后，在药局情绪失控大暴走，不但抱怨时间就是金钱，更质疑药师的服务态度不好。而药师的工作量倍增，有苦难言，更无奈地说，上门买口罩的民众状况百百种，甚至还希望挑选颜色。穿着黑衣的妇人在柜台前排队等待领口罩，但她却突然暴怒，质问药师口气差，还指责他说服务态度恶劣。走到了药局门口要离开，又回头怒呛。这时候药师真的被骂到火冒三丈了。药师气得把画面PO上脸书社团，他说2号上午大批民众乖乖排队买口罩，轮到这名妇人时，恰巧电脑连线系统宕机，药师好意提醒请他稍等一会，没想到却遭到回呛。不少网友为药师大抱不平，只说这名妇人可以不要理，没有人强迫你，真的是不懂感恩。口罩实名制实施以来，许多药局都遇过类似状况。台北市南昌路有间药局，10点一开卖口罩，排队人龙照样满。药师无奈地说，遇到客人态度不友善，也只能把怒气往肚子里吞。只做善事本来被骂，这样谁敢做善事？最近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领小朋友的妈妈会挑颜色、挑形状、挑卡通图样。这样子，像昨天有一个阿嬷，她就很坚持，她的孙子只要戴黄色的口罩。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不少人都在背后默默付出。药师表示，难道做功德还是要累死药师才甘愿吗？但也希望大家能用同理心来对待他们。记者侯正伦台北报道。疑似感情纠纷遭人痛殴，花莲吉安乡一名47岁的苏姓女子，早上6点多在中山路被3个人殴打，嫌犯还朝女子身上引燃信号弹，导致女子身上多处烧烫伤。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嫌犯已经逃逸无踪。目前警方也成立了专案小组，全力缉凶。2名男子围着1名女子，三方爆发口角，画面出现火光，男子引燃信号弹，接着对女子一阵殴打。后方车内的嫌犯见状，赶紧手持棍棒下车，加入殴打行列。我迄店迄买什么火把，我起来时阵乒乒乓乓都足吵的啊，我伫楼顶看。迄个小拍到敢受伤的。只是从酒吧下班要回家，却遭到围殴，女子1打3，寡不敌众，身受重伤。意思讲。不是我啊，伊迄个好受伤的，你找错人了。警消获报，随即赶到现场，一旁的友人相当着急，救护人员紧急将他送医。事件发生在4号一早，嫌犯3人共乘一车，停在花莲吉安的中山路上，发现苏姓女子行踪，先爆发口角冲突，接着居然朝她的身上引燃信号弹，还用棍棒以及电击棒攻击。行凶后，嫌犯开车逃逸，女子身上多处撕裂伤和烧烫伤，初步调查疑似是感情纠纷酿祸，发现1名年约47岁妇女，民众身上有多处瘀伤，现场地面有信号烟火燃烧痕迹。事故现场引燃信号弹的柴油残留地面，有着回转轨迹的水痕，更是嫌犯开车逃逸的证据。目前警方已经锁定3名嫌犯和可疑车辆，全力追缉当中。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
台中市有外送员2号下午送餐到太平处透天社区，当时和正准备倒车入库的轿车差点发生了擦撞。外送骑士多看了轿车驾驶一眼，结果被误会是在挑衅，遭到大声怒斥，吓得赶快报警处理。外送员紧急刹车，幸好没有撞上正在开进车库的轿车，但没想到对方却暴气飙骂。因为我不想要跟他有口角，所以我不回应他。那时候他又一直不断的朝我这边挑衅。当事人无奈，2号下午5点多送餐到太平区这处透天厝社区，就在抵达订餐地点前，险些和轿车发生碰撞，但没放心上。只不过当时在确认门牌的这个举动，却被对方误会是在挑衅。要找我家嘛，伊都要刷车啊，就讲伊家青啊。既然你不爽，我让你骂，你骂完就算了嘛，他的家就在这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从你拿东西出来打我或怎样，我只能选择直接报警了。送餐员就怕自身安全会有疑虑，无奈只好报警处理。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是一件纠纷，那本案没有肢体的冲突，那虽然有口角，那经我们警方协调以后，双方互相体谅，那误会一场。所幸辖区警方及时赶到，驾驶情绪才恢复平静，没有让单纯的口角衍生不必要的冲突。接力中，陈志杰台中报道。后看不顺眼，酒客大打出手。4号凌晨，吴姓男子跟朋友到高雄新兴区的一家酒吧喝酒，才进到店里，就因为不满被人看了一眼，以为被挑衅，双方就爆发了肢体冲突。警方获报到场处理，还有人继续不断的叫嚣，当场被压制带回警局。来，看着，好看着，顾伟，几名男子在酒吧外头面对警方盘查，不但不乖乖服从，还大声叫嚣。警方只好使出浑身解数，将他们压制在地。没想到男子们还是不罢休，不断挑衅，挑战公权力。支援警力到场后，这群闹事人员也被通通带回。原来稍早他们在酒吧外头爆发肢体冲突。没有，我说呢，警察，我骗你们，我没那么错。我是被打的事情就发生在高雄新兴区4号凌晨，吴姓男子和他的朋友们到酒吧喝酒，几杯黄汤下肚后，先到外头透气。这时，一名刚到场的毛姓男子看了他一眼，因为误认为是在等人挑衅，两人先是起了口角，接着就上演全武行。我们将依伤害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侦办。虽然警方到场前已经不见毛姓男子踪影，但他们连夜追查，目前已经通知到案。事后也要让这群滋事分子为自己鲁莽行为付出代价。记者林婉莹、赖玉勋、邵志远高雄报道。当铺非法重力放贷，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查缉一起枪炮案件时，意外查获到彰化一家合法当铺从事非法重力放贷，说好利息是每个月2.5%，等被害人借贷之后，再用各种名目收费，换算年息超过90%。被害人还不出钱，就会恐吓，还会到家中喷漆，甚至强压签本票，预估上千人受害。警方全副武装，维安特勤人员荷枪实弹，利用破门器破门攻坚，嫌犯措手不及，当场被逮。这个门。警方是在调查一起枪炮案件时，意外查获嫌犯所属的当铺涉嫌从事非法重力放贷。嫌犯透过报章发送传单以及手机通讯等方式，以现金周转为饵，对急需用钱的被害人放贷，但说好每个月2.5%的利息，又巧立名目，最后换算年息竟然高达90%以上。游走在这个法律的界限上但是他们仍然违法的将这个被害人来借款的时候，就预扣了当期的利息，违反当铺法。而被害人如果无法支付高额利息时，当铺业务就会以电话传讯息恐吓，再到被害人家中喷漆，甚至强压到当铺签本票。警方初步估计，短短2年不法获利超过上千万，被害人上千人。这个当铺店是号称所谓的业务店，他们招收了大批的业务人员去发传单来揽客。除了主嫌，警方还带回了20多名的成员，同时查获500多万的现金、本票，甚至还有新人教学本以及数十部的